跟你排9点，你8点来赶哦，7:59分来就好了。因为照排时间来找到是浪费时间。这一开始这一步。到了。哇，这是偌济人啊！厉害厉害，出来！注意，前面没有人。来就好嘛，我跟你排9点，你8点来赶哦，7:59分来就好了。因为照排时间来找到是浪费时间。这一开始这一波会比较紧张一点，接下来就预约的好，为什么要定预约的？预约就是说你9点就是9点来，你早来也没有用。哦，所以我为什么要预约就是这样。这要从哪里挂出去？像我弄你的脸，请大家。这样说哦，我们那个排，既然那个有上网预约都有排时间，所以如果9点开始，你不排9点，你就不用8点来浪费时间。就依照医院的通知的时间就好了，因为这样你早来，人家也不会真的跟你打嘛，变成你在多排队1个钟头干嘛？因为我们这是预约制的，你知道哦，那个时间哦，甚至有切到小时为单位。所以，如果你是排到9点，你就不需要8点来嘛，变成延长你排队的时间而已。所以，为什么要设定这种预约就是这样，可以更精确的时间哦，减少你排队等候的时间。只是说我们常常习惯改不掉，你知道哦，9点开始，他就是要7点6点来排队，这不必要的，几点就几点来，这样也节省你排队的时间。而且哦，现在天气这么热，在外面晒太阳也不是好事。好，拜托了。208的要准备哈。那我自己再找位置，对，好，OK，好。